2025年台湾戏剧艺术节4月11起稿，这届总共是提出11档的表演，主要拢是以台语来做演出。百艺团结中心嘛邀请明华园，还有台北茶红仔剧团大声演出，咱一回来看。你做出任务就是扮演高庆君。歌戏演员孙翠芳伫咧台顶搬一出穿越的故事，即届伊穿越到嘉庆君的身躯。伫咧伊游台湾的过程，拄到期内的大骗子刘秀英，准备要甲伊处罚的时，才发现刘秀英竟然是伊的祖先。这出汉国趣味的戏剧，是为了2029年台湾戏剧艺术节的戏出之一。阮这就是现代剧，甲即个歌戏，甲即个游戏，就是来到即个异世界。大家拢爱唱歌戏，主动就会晓唱歌戏。咸甜，唔着按咸甜的番食着，一种优质的少年人，人就应该甲斗相共，感谢。除了歌戏，还有布袋戏，这出布袋戏剧叫《赤子》，编剧以台湾文学家李希六做题材，演出文学家李希六遭受白色恐怖了后，投入地下革命，后来伫落区去互抓家事的故事。伊就是后来伊走入去陆区内底嘛，伊其实是去互抓家死的，这是嘛是个传奇性的所在。伊去搞革命，结果伊去互抓家死。啊，不过伊的精神呢，无安尼消失去。2029年台湾戏剧艺术节，这届拢总推出来11档的作品，有歌戏、布袋戏和剧团的演出，内容主要是以台语做演出。团结中心望民众到阵来欣赏传统戏剧的水。记者戴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。